嗨，大家好啊！嗱，歡迎嚟到 Call 春 wing 嘅頻道。嗱，今集呢，就想講下一單有 BNO 啦，即係移民咗去英國啦。咁點知原來係借爆銀行嗰啲錢呢，就走佬去英國嘅。咁仲要貼文上喺串文嗰度分享啦。咁結果點解會俾人鬧爆呢？嗱，我哋轉頭翻嚟睇下嘅，咁亦都會探討一下呢，到底佢係咪真係問銀行借爆咗啲錢之後呢，我真係一啲後果都冇呢？咁都會為大家分析下嘅。咁節目開始之前呢，就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分享影片同埋撳鐘仔。咁每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㗎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啦。即係我成日都聽人講呢，黃人呢，尤其是移英嗰班呢，不乏一啲縮骨算爆老撚土嘅一啲嘅契弟嘅。咁樣呢，而家一刻呢，就呢條撚樣呢，就基本上呢，就都係呢種契弟嘅表表姐嚟㗎啦。咁到底係點樣嘅呢？就話呢，其實呢，有人呢，就喺社交媒體個分享啦，就話佢呢，就喺移民咗英國啦。咁移民咗去英國呢，咁樣呢，就喺網上分享呢，就係問銀行借咗幾百萬呢，就移民咗去英國咁樣嘅。其實都唔係移民啦，呢啲叫着草啊！即係覺得香港已經冇得救㗎啦，咁就永世都唔會返香港，就索性借爆佢。咁我就話更加大安旨意咁樣話呢，就永世都唔使返香港咁樣嘅。咁佢就有人話咁啲網民梗係鬧爆佢啦。甚至乎就話呢，話佢呢條友根本就係騙子嚟嘅。咁嗰個呢位網友點樣反駁呢？咁佢就話呢，即係我係只係希望選擇有更加好嘅生活，俾自己有更加多啲可能性啫嘛。香港地又細，環境又逼傑，工作壓力又大，嚟到英國又可以踢波，又可以行山，屋又大，生活不知幾寫意。咁嗱，過往啲人呢，即係首先我想講就係你要踢波行山呢，香港都可以做到嘅。不過呢個都係其次啦。但係通常以往嗰啲移英黃人呢，通常都係賣樓之後先走去英國嘅。咁呢條友就唔係嘅，就問銀行借爆錢個 quota，然之後就走佬去英國。咁其實呢種行為呢，其實已經係詐騙㗎啦。咁當到銀行呢，發現呢筆數係真係呢條友擺明唔還呢，以我所知呢，就算你走咗去英國都好呢，銀行最多可以抌多啲錢去揾收數公司去查，去刮你出嚟嘅。亦都可以呢，你首先去喺香港頒令個法院手令話你破產先啦，然之後再可以亦都去到英國同樣要求即係入稟英國嘅法院去追討你喺香港嗰筆嘅債項嘅。咁其實呢，如果你唔還嘅話呢，英國方面亦都可以即係入稟英國嘅法院去封你，即係凍結你喺英國嘅資產，甚至封屋啊、封車啊，你基本上去抵債去還清呢啲債務項嘅。呢個係跟個網向編輯部講嘅。當然我未必已經得更加好啦，但係其實呢，
通常涉及到跨境嘅債項呢，香港嘅收數公司係有辦法去追討嘅，亦都唔係話你走到咗去英國呢，就當乜事都冇嘅。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其實嗱，你本身你已經有動機係想去詐騙，即係破壞咗呢個信用去詐騙銀行，去俾你滿足你呢個移民夢啊嘛。咁呢條友就好搞笑嘅，咁就話呢，話本身銀行你都喺風險當中去賺錢㗎啦。咁你借得錢俾人，就預咗擺到就有機會有人會唔還㗎啦。咁講，哇！你講到咁大安旨意嘅話呢，你講真嗰句，你嘅言行已經可以話構成詐騙同盜竊㗎咯。如果銀行呢去真係採取法律行動嘅話呢，到時你喺香港俾警方通緝嘅話，到時你估你呢條友喺英國仲會唔會俾你入籍㗎啦？因為其實呢，大家都知㗎啦。英國其實之所以要由5+1變10+1呢，就係因為其實英國政府都知道收得太多呢啲嘅海外嘅社會渣子人，收到太多呢啲嘅人粉。即係你本身你品格本身都已經有問題嘅，咁你對英國又冇貢獻，淨係喺度黐飲黐食嘅話呢，咁英國梗係唔收你啦。呢個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如果一個屈美十你入籍嗰一年呢，俾人發現話你爭人咁多錢，你唔還去走過嚟英國，去想去逃避呢啲嘅債項，即係你信用破產嘅話呢，咁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呢，英國呢最後喺你入即係加1年嗰段時間呢，就遣返你返香港嘅。所以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呢，其實嗱，我唔敢一支竹打沉成船人啦。即係其實呢，亦都可以見到喺一啲嘅黃人啦，即係為咗離開香港去吸呢個自由空氣，你即係你用幾賤嘅賤招，甚至乎可以無視法律、無視自己嘅人格去咁樣去移民嘅話呢，咁其實我覺得呢個 BNO 5+1真係勾起咗我好多香港人性黑暗嘅一面咯。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你英國都捉蟲上身嘅，真係為咗去吸香港人嘅資金，但係最後就吸埋晒嗰啲社會嗰啲嘅人粉翻嚟。即係英國其實都係變成一個逃犯，或者變成一個逃債嘅天堂嚟嘅。試問你收咁多逃犯翻嚟，咁你英國嘅治安又點會好呢？其實真係英國今次呢，就真係捉蟲上身㗎。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啊。呢條友呢，嗱，我想講呢，你移英唔係問題，但係呢，唔該你呢，就找翻你咗銀行嗰啲錢，之後去逐啲褪翻去，還翻俾銀行又好，你一炮過還翻俾銀行都好啦。如果你唔還嘅話呢，除咗你影響到信貸記錄之外呢，真係會影響到你入籍嘅分分鐘你入唔到籍之餘，如果你涉及到詐騙或者偷竊嘅話呢，翻嚟香港監都係你坐。所以話呢，有時真係有啲嘢你做呢啲咁陰濕嘅嘢呢，就唔好咁大安旨意擺上網喺度炫耀。不過當然啦，亦都有網民質疑係真定係假啦。咁我假設佢係真先啦。咁你啊真係自己小心啲啦。不過其實講真，你假嘅咁發文嘅人其實都係好缺德嘅。
即係我唔知你係咪吹水啦，但係亦都唔排除有啲渴望移民嘅人，佢真係會走呢啲嘅法律罅，以為冇事咁走到咗去英國，最後係分分鐘會搞到一身蟻噶嘛。所以奉勸大家嗰句，你移民去邊度唔係問題，但係最緊要去守法啦。如果唔係分分鐘呢，後果係不堪設想嘅。係啦，嗱，今集分享呢就到呢度。